到哪儿了？我在急诊门口等你哦。各位观众朋友们，马上就要迎来我们的新年了，让我们一起倒数：5、4、3、2、1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这么开心？吃饱当然开心，而且我今天下定决心做了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告诉你，等我成功了再跟你说。虽然不知道结果会如何，但我总觉得离我的梦想又近了一点点。在我眼里，你一直都闪闪发光。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宋雨霞。今天因为工作没能陪你过0点，对不起。那是不是该罚？该罚该罚。